各位媒体朋友啊，因为这个事件所显出来的我们这个长期累积的这些陋习那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体制管理的机制跟执行法律的松散对我来讲是难以接受、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已经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跟办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第一个时间呢，我们也做了内部的检讨，那也做了人事的调整。那么在昨天呢，我也任命邱国正主委那转任这个公安局的局长。那邱主委也是将来的邱局长他是历练非常的完整，那么治军呢非常的严谨。他也长于领导统御，那么更擅长于沟通，所以我期待他对于我们整个国安系统的整合，还有相关的整顿的工作都能够胜任。那我也请他就我们这一次的事件做一个检讨，那么在1个礼拜之内提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出访长达12天，那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的出访。那么这次的出访的成果应该是相当的丰硕那我们第一线的外交的人员都非常的辛苦那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我们的第一线的同仁的外交的成果跟努力被失焦了甚至于被掩盖住了那在这里呢，我要表达一个建议我们的外交同仁确实非常的努力那他们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希望我们社会要给他们的肯定那我再要重复一遍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希望司法机关可以彻底的清查，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相关的单位都配合司法机关来进行调查。